国修无大，拄甲修无大，咱家己念吼。那么呢，叫什么叫做无漏之风呢？叫做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呢，伊就是啥呢？伊无漏之风就是啥？伊出自伊自性体所发展出来的物件，就是讲对方需要，我多有，我多摕来互用，安尼尔。那么呢，伊袂执着任何功德哦，伊就是讲死者无死，修者无修，佛者无佛，无为之有。死者无死就是讲，我今仔过世某一个人中间，他不执着，修者无修，对方互我接受迄个人，对方接受物件迄个人，我嘛无甲比讲是啥物人。嘛，即个物件佛者无佛，就是讲我无，就是讲我今仔日，即项物件是。即个便当好啊！我无必要执着讲即个便当，我到时互某某人，他不执着。所以呢，即个伊叫做为字，出自于咱人性上，伊所发展出来，叫做精神自由啊。所以人讲，以命不无常，得先即得，不先即是自然，这是重要。咱放出咱自己，那么呢，这个以命，什么意义？这个命就是咱人的为命。那么呢，这个为命的物件，就是啥呢？完全咱今仔有为命，为命要创啊？就是要做好，就是要做功德，就是要做啥呢？无漏之风。那么这个物件呢，就是讲伊是足贵的哦。主上就是讲毋是正常的，它会变得，咱若得先哦，咱若做先就会调；若无先呢，伊讲不先就是调。我来讲一个短短故事。曾经有一个囡仔，那么呢，伊要读册时一定爱过一条溪。伊要过这条溪的时阵，每一工拢有一个阿伯来甲爱。这个囡仔就甲伊问讲：阿伯啊，你是安怎要爱我过溪啦？伊讲：我就是遮的土地公啦。你呢？你就是未来的状元啦。你就是未来状元哦。那么呢，我今仔日爱应该为好，为好。那么呢，这个囡仔伊就跟妈妈讲，伊妈妈说伊走开咧出门，天时野起了，哭哭哭安尼，哇，我一声特动呀，阮囝以后做状元哦，我迄个某某人啥物时阵互我欺负，啥物人，当时互我冤枉，这我以后我会当以己报复对啦。那么呢，这个人气起了，气起了，伊福报做多少点？那么今日这个囡仔要去读册时阵呢，迄阿伯啊，家己遐伊讲，我不爱你爱啊，因为你的福报已经互恁老母给烧掉。所以呢，咱多先做日子，咱今仔日若是啥呢？有顺先的先有哪有分做啥呢？做大先。那么呢，这个先，这个先就是啥呢？爱用金钱，爱用金钱来做哦。那么这自然就这样子的。若不先，就是对钱，就对钱。那么呢，咱就来看这个福报到底对不对？福报对对来，是别人互咱的吗？还是天来的？其实呢，咱若过年的时阵，人讲春甲风嘛，拢来搭田各头，叫做春到福到嘛。希望讲春天来到阮兜，福气来到阮兜，伊就好叫做福报福气。大家拢希望安尼嘛。可是呢，人讲福是对天来，无毋对。可是呢，咱今仔日若无做福，应该互你福报，无可能的代志哦。那么福到底对对来？对遮。咱人人拢有一口的良心电，对咱家己的良心电来做，良心电哦。咱今仔日若有啥咧？用这个良心电来做的中间，咱事业在卡面呢，但是叫做福，叫做福报。
所以呢，人要好人来讲，我无爱你，我嘛无爱你，我爱你一片好心田，就是爱咱一片的一口良心田。那么呢，我看到一个亲爱的故事，哦，那么呢，咱最近呢，大家，迄亲爱咱哪捌用过？咱这里有较侪好，咱也有用过也试者。哦，来请问，迄个亲啊有凊花几粒咱敢知？唔知。微尿明仔日咱敢知？微尿半斤一斤2斤。即摆拢用电子讯啦，无人来掠凊彩啦。哦，啊，即个凊彩吼非常有学问哦。即个凊彩尾拄拢总有16点，拄有16点。哦，啊，即个16点的中间呢，16点，伊头前有一个7点。中间有一个6点，啊尾啊搁一个3点，安尼到下搁16点啊。那么头前呢，伊这个7点咧讲啥？头前吼，伊讲这个青蓝花就是咱上古的时阵，咱非常有智慧的祖先用落来哦。伊讲这个7点就是北斗七星。那么北斗七星咱是要互人有这个方向。伊讲当你咧共凊物件的时阵，伊拄16时就是两嘛，啊16两面一音嘛，吼，这就是安尼算嘛吼。啊，伊讲你来你个凊着这个北斗七星这个秒数的时阵，你心中爱有清楚哦，你要有方向。像这种北斗七星咧，互咱方向共款，咱袂使来贪，哦，袂使贪哦。那么中间呢，这个6点，这个6点是啥？叫做东西南北上下。对。多6个所在。哦，啊东西南北，吼，伊搁上下是不是其中？这四正正，就是讲，当你若凊着中迄个6点的时阵，咱爱小心。你的心一定爱静，你袂使有任何偏向，你袂使去人嫌手唔对哦。哦，那么呢，尾啊3点什么意思呢？尾啊搁有一个3点，尾啊3点叫做福禄星。福禄星，伊讲当你若咧共凊着这3点的时阵，你若减共凊一两的时阵，你就是咧积业迄时阵。哦。你若搁共减凊2两的时阵呢，减掉你的禄，哦，你若搁减掉3两的时阵呢，就是咧消咱人的福。甲这点足恐怖呢。所以呢，伊才讲，今仔日这支凊啊，毋是咧凊物件尔吼，是咧凊你家己良心，是咧凊你的道德，凊你的品行呢。所以呢，伊迄个人当讲。当你若共凊加一两的时阵，你就是啥来咧减你的福气，哦，你的是数。你若搁加2两的时阵，就是咧加你的禄；哦，加3点的时阵，就是啥咧？就是咧加咱的福报。所以福报对咱家己的良心是啥？哦，对咱家己良心来。所以呢，今仔日故事，透过这城市是叫我有福的，哦，伊就是。有钱，伊虽然无钱，伊毋是讲足有钱哦，伊无钱，啊，天天常常来报事，这才是真正最真实的报事，哦，最真实的报事。那么呢，三十元跟给你带来讲，咱一世人做官是容易的，因为咱前世啊有经正心啊。那么呢，今生听要坐轿的婚姻啊，前世就是修行花大。今生今生会当千庭千观有好因啊，因为咱前世是以这个因啊，所以呢，咱即马呢，吼，伫咧做官，啊，即马会当坐免坐轿，啊，咱即马免啊，咱即马坐轿车，讲对无？咱即马哦，迄坐迄个嘛无够好坐，啊，坐轿嘛无好坐，用轿嘛艰苦，啊，坐轿嘛艰苦，咱免咱坐轿车就好啦，哦，咱前世人拢做。啊，咱即世人所穿的衫，咱是拢穿袂歹，哦，咱
吼，然后油油软软，连得拍死，咱是真物件做伙咧，咱就是他真侪拢有故事。所以呢，有一寡前年这当咧讲讲，咱是安太无爱亲像慈禧拢咧说人嘛，伊拢会去故事嘛。咱这嘛，我当甲咱讲，这工课咱宿舍朋友做足侪啊，太累积着咱即世的福报，咱来时阵马上会当来祈祷。所以呢，咱今仔日祈祷，伊讲是根基累世修来的，这是根基修来哦，无简单哦。所以咱今仔日呢，会爱布施。那么呢，布施的物件，人讲布就是建设，施呢叫做跑脱。所以布施呢叫做见手跑脱。那么见手跑脱就是咱哥是老子来讲的。那么呢，见手这眼有三个字显出来、表现出来的现。手的上呢，咱主写的分类就是手。所以呢，控制把咱讲手与体手，咱的分类。那么泡呢就是光风。本来拢无经过修饰，迄叫做泡。那么呢，咱学这个泡，学这个光风，就是讲学着咱家己的良心本性咧做的，这叫做真心布施。那么呢，三施多为财施，个施为施嘛。那么财施就是咧度健康，咱今仔若布施，财施就度健康嘛。法施呢，就是咧当互咱有当去提高地位。那么无义施呢，叫做度脱金。咱无去牺牲足济，亲像咱今仔要开班，咱就首先爱来扫学堂、清学堂、整理学堂，来整理到40，这拢叫做无去牺啊，还是讲有需要人去跟的时阵，还是免去的时阵，咱会当学，这拢叫做无去牺。那么这物件，因为咱若讲到布施，咱就想讲咱就是爱钱，是爱钱，所以呢，当时这个协调会当讲。伊讲今仔日咱若为人以事为己，就是讲以这个法施来为他人说，这个功德胜过七宝布施。所以呢，咱今仔日法施的重点就是度人，讲道理互听。那么呢，使我这个人会当明理，会当超脱，伊这布施实在都他不能功德，都胜过我的。所以呢，咱今仔日因为讲咱当时咱就是开始，那么后来去见这个沙拉甲流浪汉比利，这比利汉我会知影叫我拍死伊啦。这个流浪汉呢叫做比利汉，这个比利汉呢，伊一天多流浪到美国某一个所在，伊本来住伫德国嘛。那么呢，伊一天分伊落伊足寒，无一个工人食。迄个时阵呢，这个沙拉是一个贵妇。伊多咧联会迄个所在，这个足可怜，出自迄七分之心，伊所按将伊的皮包包包起，然后庇护。那么呢，庇护伊的时阵呢，这个流浪汉看伊的时阵，哇，5箍、10箍、50、100美金嘛。那么伊种可能是卡手指，叫做选择手指。那么呢，这个选择手指呢，若安想呢，选择手指可能会再来拿钱啊，对无？可是呢，咱人迄个理甲欲，伊啊渐渐的时阵呢，伊想讲，人今仔是过是咱袂使贪心。所以呢，伊怎么啥？伊啊等到这个啥呢？这个沙拉本来是这个。那么呢，这个贵妇呢，当伊转去了，看到伊一开始应该叫做人亲戚嘛，伊发现着无去啊，讲赶紧倒来找。那么呢，倒来时阵看到伊遐等的时阵怎啊就亲戚当然这个人就足感动的伊就伊怎啊和伊遐开讲，伊讲你是安怎做流浪？讲看你，这个面相就是讲足歹相咧，安尼啦。当讲这个过程，伊讲我是德国人。那么呢，我一来的见证呢，阮规列的人拢总死不可能死。那么呢，伊就啥呢？一直流浪来到迄个所在，我做流浪汉。这个贵妇就来讲，安尼个，我甲你补上嘛，我叫人5000，服管就对啦。
两日的时阵就录观赏，咱台面老好拍卖。新闻记者就来甲采访，搁来做电视。那么呢，伊带入德国的小妹看着讲，这个阮哥哥咧，我哥哥毋是逐工就要死啊吗？结果无死，所以呢，这个是后摆再来烧钱。所以我感是讲，因为伊这个故事的中间，这叫做啥呢？环环相扣，可以让人的啥呢？当团聚，虽然咱人的两头多上天头，甲地方是差别，这是会使讲非常可贵的那么咱来看这，为什么咱人爱无福报？咱大拢想要有福报啊，可是咱爱无福报，因为呢，咱的一口，迄口的良心面呢，就是一片黄杂草来包的，杂草丛生，那么呢，这杂草丛生呢，这杂草叫做财色名食睡，钱色名食甲困。那么呢，咱今仔日互这物件呢，会甲咱变作什么福报？因为咱人的业力太济，太济人。所以呢，这有些禅师伊当来讲，伊讲差无法，恶是世，众生福报难调节，气性万年下见之，魔用法足得万害，得万劫，应该是得万害。伊讲，咱有些禅师伊是一个贤问嘛。那么呢，伊嘛非常感慨，伊在讲，在这个文化的时期，叫做时势，人生不过世风一下，好煞一咱几个抢啦、劫啦、害人啦、放火啦，就是拢做这因为。所以呢，伊讲众生福报难调节，咱个想，见天得大开普度，人人拢有当得到哦。只要咱要修稳者啦，拢有当心情要幸福幸福的。可是呢，我们自己不要，咱家己放弃呢，对无？咱周遭的人，拢时常咱会听一句话，啥物话？天堂互你记得啊，我来地较咱拢会听这句话无？因迄人实在讲见无智慧，也嘛有告知你，来天堂要互咱记得啊，伊爱去。伊讲大陆要天堂上去啊。所以呢，今仔日和尚他问题，和尚甲伊的厝内，可是他不要，无啦。人讲我们人已经在中不迷茫了，人在福中不知，唔知讲这个道理也是遮尔难的事情，遮尔难的事情。所以呢，今仔日呢，伊讲难调节，众生的劣根性，我们人的劣根性太多了。咱的习性，咱的惯性，这无同，这真正无同调节。这款物件就爱靠家己，靠家己咱听到道理以后，咱才改变。所以咱气性惯的，就是为圣人已经做。因为咱的思想、咱的理念、咱的言为，这条路拢差足济咧，这种条路差足济咧。那么呢，就是讲因为咱的社会伤济伤深啊，咱的社会是根深蒂固，咱的理念、咱的言为、咱的心思，已经啥呢？背道而驰，这叫做社会，叫做社会。魔用法足，魔不是讲外口的魔，是咱家己的心魔。咱家己的心魔，咱家己的心魔太济啊！贪、嗔、痴，这叫做三大恶魔。那个三项为上大。那么这物件呢，伊咱的心中要加固，伊互你啥呢？比如讲今仔开会班，莫去啦，迄道理拢讲拢差不多啦。今仔无去就咱去就好啦。咱来看要来设计，还是要来办代志，还是要来爬山，还是要来游览。这心魔会甲家己讲呢，会甲咱安尼讲呢。那么呢，咱的龙头若无正头的时阵
咱就是讲明仔就对啦，你听人咧听，啊讲嘛差不多安尼。其实呢，咱来了解，咱加一代会使呢正能量。咱来到活动就是要互家己有正能量。啊，正能量愈侪中间呢，咱的思想愈强。咱的见解愈强，哦，咱的见解愈强。所以呢，这个魔用发作发的物件，咱会感觉讲，哎哟，这真理的物件是啥呢？也无滋无味，哦，也无演化，哦，也袂晓人治病，哦，咱袂甚至讲若比较伊啊吼，安尼病，安尼讲的时阵，若是讲以后目睭看着佫病怎好去？咱摕到物件无遮好。咱摕到物件是要互咱达到真正理解一条规则处，爱靠咱家己的精神来修炼的，好对无？所以呢，今仔日呢，哦，就是讲，这个法太弱，啊，咱认为讲这法无啥可贵，其实呢，咱甲想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刚经说法49年要创啥？就是要啥呢？要来调着咱人人心，要互咱看着家己。所以呢，咱今仔日魔用法种的惯哦，无论任何代志的中间，无论非常的牺牲，哎呀天啊，为什么较多我乃遮歹运啊？哦，咱心情拢安尼想啊，哦，所以呢，咱今仔日活动是无原因的，哦，偏偏人咱会做有福报的，啊，是安怎咱无福报？我们要自己想一想，哦，咱来去思考。所以今仔日，咱今仔日这个福报，咱来修吼，我们要惜福，哦，我们要自求多福，哦，咱来自福的吼。所以呢，有时候咱来讲，世人生死时代，逆变将日积福德，自性就业福可以。那么世间人，这个生死敢是上太大？其实会使讲上太大。哦，生死，人讲不是为了一代生命来感谢，为着咱兄弟姊妹生死的一代生命来感谢哦。那么伊为什么要感谢？伊就是要将啥呢？哦，咱众生的意见要改换变化的意见，安尼尔。哦，众生的意见要转换改变的意见哦。那么呢，咱世间人听袂到，伊讲逆境将日，哦，积福福德。咱逐个拢想要求福报，想要求福报，福报愈济愈好，我要比别人更较好，我要比别人较强，我要比别人较济，哦，这叫做福德嘛。那么呢，你再来讲自性就对咯，哦，自性就对，讲这个，伊这个是字路口的中间，佫有四点，就是酒色财气，贪嗔痴爱，咱毋则做无去。哦，这才是真正的营养。啊，你用美食较非常严重啊，哦，美食较非常严重。所以呢，伊讲自性就对福可以。哦，咱根本就有迄个福，应该在面的事情，家己要有命，哦，无我当去来面。所以呢，阮啊，哦，这是这部当叫做福。伊讲卖人修福是错，哦，卖人是修福，无咧是错咯。若是有看着眼前的这个福报，伊才有咧修福。哦，那么呢，在因的认为来讲，只有修福便是道嘛。伊是讲修福就是咧修道啊，其实是毋对的哦。哦，伊讲布施供养服务边，可是咱人心中三福来做啊。哦，对无？咱今仔日拢一直咧布施供养，哦，要供养会修道人啊，好啦，因为咱较早拢会供养嘛。哦，像之前迄个泰国哦，因迄修道人啊，迄非常人出力，一直爱出去别人的供养。那么呢，因认为讲安尼就是上界的福报，哦。那么呢，因认为讲布施供养，咱有这个福报有变济，足济。可是呢，因在布施的当下，因无明事理啊，真理的物件无法在伊心中发现。那么呢，心中三福就是贪嗔痴，伊共款过来做，哦，
只要我喜欢，各有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嘛，我爱做啥我就做啥。心中什么我会做，年终想法就会做。咱想迄种想法来咱去做，那么呢，有可能个代志。是对哦，所以我知。咱来假设，今仔日这个某某人是歹死一个人，即世哦。那么呢，伊甲食老的时阵，伊感觉讲他做错事情，伊就开始来抱怨自罗先生做足侪，甚至讲去啥呢？讲去庙寺做啥物黄龙宝奖，黄龙宝忏，梁皇宝忏。那么呢，咱个想，安尼这做个敢有消息？同款也是共哦。那么呢，就是讲你做福报的中间，有，可是你害人，害一个人会做，共款个伊个咯。你以后也是爱家己接受，以后家己接受。所以呢，今仔日，咱来了解，这个福的物件，咱无福，咱无福的原因就是伫遮来，因为咱毋知人去做，咱毋知人去想福，咱毋知人去背福，所以呢，咱的福报，咱以为讲咱去做福报，其实就是以为讲是这个那么咱今仔日想说，咱大家一声，咱今仔听别人说啥？今仔日咱今日等去做的时候，咱这个等，这个较重要，这个较舒适，这个咱两个比第二个这舒适呢。那么就来作用就是啥？听道理，那么除了听道理，还是讲我来去听道理，就是要互咱偏僻嘛。这个真理的物件，伫咱个啥呢？伫咱心中爱扎根，爱扎根，真正福报对咱家己有心，对咱个自信内所端出来的。所以呢，咱来做选择。那么呢，咱再来看看如何回复呢？要来培福，如何来培福？